后来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台北的内湖发生着重大的车祸，一个15岁少年呢偷驶着外公的车，才驶就落10分钟，就失控弄入去一间卖臭豆腐的店。有2个人客甲一个骑过路的骑士互弄死，头家娘甲员工嘛互烧烫烫的油鼎来烫着伤。附近一个摊商看到整个发生的过程，伊讲迄个驶车的少年呢落车竟然还咧笑，态度轻浮，唔知轻重。一台普秀的露营车雄雄撞过对面车道，后一秒撞到一台奥多麦，搁拢去同一店家。换一个角度看，普秀露营车驶真凶撞到一台奥多麦，骑车的人当场互弄死，严重车祸当中互3个人当伤送去，嘛拢断开。昨尾暗暝6点多，台北市内湖东湖路和安康街口发生死亡车祸，并有医护人员当伫咧做 CPR， 现场随有防守线穿乌衫刚弄死的教师，竟然是15岁高中1年的学生。只是他下车有笑，就有点闹啊，应该是没有觉得自己闯了多大的祸的点。他曾经有跟我说，他想要学开车。但是我有奉劝过他说不要。刚弄死15岁少年仔，先坐车到东湖英国公园岛偷摕锁匙，结果到17某一间停车场报告照甲车驶走，要去找朋友，经过10湖二桥到东湖路要倒弯安康路时，失控弄死3人，才敢若10分钟的车路，竟然弄死3条人命。车辆的行进轨迹，我们有发现。少年应该是在无照驾驶跟行驶失控跟超速的部分。少年无照驾驶，他的这个车主是他的这个亲人。那我们后续也会传讯亲人到案。事发的这间臭豆腐店就伫咧东湖市场巷仔口，在地人拢讲这档好食，暗时啊嘛有真侪民众伫内底食暗顿，迄只是排队要包动去。车祸甲人弄死，头家娘和员工嘛去油鼎烫着伤。惊到啊！哦。他被烫到哪里啊？后半部吧。另外一个那个比较严重。即马臭豆腐店因为车祸意外，生意暂时无法度做。那15岁姓曾的少年仔，无驾照，搁甲人弄死，家属嘛爱打起责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